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很开心今天能够一起站在这里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他，哈利路亚！他是配得我们赞美的，我们再次拍手来赞美他。我们一起来说赞美主圣名，哈利路亚！嘿，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的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高有就必永留在这地。我们将给你的前后左右说，很开心见到你，我们一起来赞美主，哈利路亚！一起来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的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高有就必永留在这地。哈利路亚！他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他的名是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赞美。我们大家开口大声的来唱赞美主圣名，哈利路亚！赞美。一起来，嘿，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他的慈爱，爱永远长存。一起来说，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嘿，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的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高有就必永留在这里。让我们献上，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的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嘿，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高有就必永留在这地。一起来哦！我唱一句，你们唱一句，嘿，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是蒙福的子民，嘿，有神的子民这样说，嘿，我有气息要欢呼。再来一次哦，更大声，嘿，神的子民这样说，换你们。我是蒙福的，我是蒙福的子民，嘿。嘿，神的子民这样说，嘿，我有气息要欢呼，一起来赞美哦，不停赞美来跳舞，不停拍手来，热身都因主耶稣，要不停赞美来跳舞，哎。得胜都因主耶稣，欢迎你们一起唱哦！嘿，得胜都因主耶稣，得胜都因主耶稣，
的神都因主耶稣，最后一次了，这神都因主耶稣。起来，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的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我们一起唱，让我们合一敬拜，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的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神的膏油，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再次说，神的膏油，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哈利路亚！让我们将响声献给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他是配得我们每个人的赞美的。我们这时候安静心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将我们的身心灵都摆上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向他唱爱的诗歌。我们一起来说，让我的灵苏醒，再次感觉到你，打开天上的窗户，降下你的同在，让我的心苏醒，回到起初的爱，放下一切来敬拜，更坚定爱你。你是我的诗歌，我理想你歌唱，你医好我的伤心，你过好我的伤处，你是我的诗歌，喜乐中的诗歌，一首美丽的旋律，我奇妙地医治着耶稣。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让我的灵苏醒，让我的灵苏醒，再次感觉到你。我们一起来经历它，感受到。打开天上的窗户，降下你的同在，让我的心苏醒，回到起初的爱，放下一切来敬拜，更坚定爱你。你是我的诗歌，我理想你歌唱，你医好我的伤心，你过好我的伤处，你是我的诗歌，喜乐中的诗歌，一首美丽的旋律，我奇妙地医治着耶稣。各位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我们或许在过去的时候，我们不断的犯罪，我们离开了上帝，我们有时候会走入罪恶的当中。但是我们要知道，他爱我们，他会把我们再一次拉起来，让我们得以再一次站立在他的面前，经历他丰盛怜悯的爱。因为他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一起来开口向他祷告好吗？我们将我们的过去，我们来求主的赦免。不论是在任何大事小事上，我们有时候都会离弃了他。我们寻求他的赦免，寻求他的原谅，他有怜悯丰盛的慈爱。在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他会医治我们，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力量。现在就是单单的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交通，我们跟他的诉说，我们跟他的对话，我们将我们自己摆上在他的面前。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现在就是要来亲眼看见他丰盛美好的作为。我们一起来说：你是我的诗歌，我理想你歌唱，你医好我的伤心，你过好我的伤处，你是我的诗歌，喜乐中的诗歌，一首美丽的旋律，我奇妙的医治者。我们再来一次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诗歌，我理想你歌唱，你医好我的伤心，你过好我的伤处，你是我的诗歌，喜乐中的诗歌，一首美丽的旋律，我奇妙的医治者，一首美丽的旋律，我奇妙的医治者。耶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一起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跟他说：主啊，有你，我的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的生命再一次来点亮起来。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
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地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太阳还存，我们一起来。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太阳还存，太阳，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是的，主，我们现在亲眼要看见你。现在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能有这样的时间，站立在你的面前，赞美你、敬拜你，经历你丰盛怜悯慈的爱。谢谢你如此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谢谢你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够活得很不一样，活得很精彩。不论是遇到任何的小困难、大困难，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当我们认罪悔改，再一次再转向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经历你，我们要与你同行。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每个人，愿你垂听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深切的祷告，从心里面的呐喊，从心里面的需要。主耶稣，我们需要你的力量，需要你的帮助。我们也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时时刻刻充满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当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仍然站立，一起来用使徒信经做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奉献，请当值的同工。
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希望用诚实和悔改的心来敬拜你。我们深知你是公义圣洁的上帝，看透我们内心每一个角落，连我们最隐秘的心思你都知道。今天我们恳求你的饶恕与怜悯，因为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求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求你救我们脱离流人血的罪，我们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我们能献上最好的祭，就是顺服你的旨意。求你使我们人得救恩之乐，赐我们乐意的灵扶持我们，我们就将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感谢主，每件事都有你最好的旨意。我们献上一些金钱作为圣工使用，愿你悦纳。最后，让我们一起用主所教导的主祷文同声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报告。我来报告教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因是端午连假，主日爱餐暂停一次。第二点，本主日下午2点于建成国中篮球场，由本堂福音篮球队与大安教会进行友谊赛，欢迎大家到球场加油打气。第四点，7月2号下午3点，本堂的青年夫妇郭正尧传道跟杨秀文传道要在台南中会德光教会封牧就任为教育牧师以及宣教牧师，恭喜他们。第5点，7月8号礼拜六上午10点召开长执会，下午2点举办长执培训，下午5点半召开小会，请长执留意。第6点，第3季的服事排班表已经排出，随着周报放在各团契的群组。第7点，近期由于流感、类流感、新冠、肠病毒等疫情升温，请大家加强个人习惯，身体若有不适，请务必戴好口罩。像我小朋友已经连续感冒快2个月了，真的很难好。对，请大家有感冒、类流感还是戴口罩一下比较好。好，我来念圣经。圣经记载在诗篇32篇1到7节，我来念。第1节，得赦免其过，不太一样，我是和合本，我不知道它的是什么，然后我照上面念好了。过犯得赦免，罪恶蒙遮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不算为有罪，内心没有诡诈的人有福了。我闭嘴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呻吟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要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向你祷告。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临到他。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欢呼四面环绕我。正道，我们请知美牧师，题目是蒙恩的人。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最近在读诗篇。诗篇150篇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种的类型。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就我们每次敬拜赞美的开始就是赞美诗篇。好，在诗篇里面呢，有许多的赞美诗篇，还有感恩的诗篇，还有跟它如果赞美跟感恩是在你们的方向是右边，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哀歌在相对的一个位置。好，有许多的哀歌。哀歌的成分还蛮大的，在诗篇里面150篇里面，哀歌所占的比例还蛮重的。然后还有我们最喜欢的诗篇23篇，
它是属于信靠的诗篇。那今天我们读的呢，我们读的这个诗篇呢是忏悔诗，在150篇诗篇里面有7篇是属于忏悔的诗。忏悔诗，在忏悔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他如何摆脱自己的罪过，走向上帝。那这些忏悔诗，包括今天我们所读的32篇，当我们在承认自己罪过的那个时候，其实是很痛苦，那是需要挣扎的，因为没有人喜欢否定自己，没有人喜欢否定自己。但是呢，因为他有一个盼望，让我们可以有那个力量，可以往前走，向着上帝走。那个盼望呢，这些忏悔诗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盼望，因为就像今天的经文有讲到的，过犯得赦免，罪恶蒙遮盖的人是有福的。我们能借着上帝的慈爱与怜悯，从一个原本不配得到这一切的人，成为一位可以拥有恩典的人。我们看今天的经文1节、2节，我们请音控的同工帮我们放到1节、2节。好，1节、2节这里说，过犯得赦免，罪恶蒙遮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不算为有罪，内心没有诡诈的人是有福的人。罪恶蒙遮盖，我们不能只单看这个字，好，要连着前面过犯得赦免这样看。因为如果我们只单看这一句话，可能会想说罪恶蒙遮盖，那就是我做错的事情就赶快给它埋起来、隐藏起来，不为人知，只要没有人知道就好了。不是这个意思。好，不是那种眼不见为净的那种鸵鸟心态，而是指上帝赦免了我们的过犯，然后呢，这样子以后我们就在上帝的眼里，我们就不算为有罪的这个意思。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定诗篇32篇是大卫所写的诗篇。那按着我们对大卫的印象，大家从主日学到青少期到社青，应该会多多少少听过蛮多属于大卫的故事。好，那大家对大卫的印象呢？我不晓得主日学有没有讲到大卫犯奸淫的这一个部分。来，主日学老师，你们主日学老师，还有谁是当过主日学老师或主日学学生？你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有印象听到老师在讲大卫犯奸淫的这一段故事吗？也有啦，哈。对，有的人好像没有听过，因为可能要隐恶扬善一下，怕污染了小孩子单纯纯洁的心灵这样子。好，总之呢，在大卫的有人有点头嘛哈？你们对大卫犯过的罪最有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傻笑。哈？大声一点。小老婆，好，就是应该不是小老婆啦，抢人家的老婆 ，OK。好，就是我们对他一生中他犯的罪最有印象，就是他抢了他的对他很忠心将领的那个乌利亚的老婆，对不对？把人家的老婆抢来。以我们现在的说法，大卫是怎样的一个存在？以我们现在的说法，大卫是渣男不是小三呐，可以说小三呐哈。大卫就好像是人家家庭的小三，人家是夫妻两个好好的，你把人家用一些阴谋诡计，要看上人家的老婆这样子。上帝拣选高利大卫，然后在一路上操练他，不断的操练他。他本来还是个牧童大卫，好，然后呢拣选他，高抹他，然后呢一路上呢，他要作为一个君王的过程当中，他一路靠着上帝化解了重重的危机。好，化解重重危机，就在他享受这一切，他已经到达了一个巅峰的这个时候，他竟然开始心里有一个意图，他开始意图抢夺他忠心将领乌利亚的妻子。从他心中开始产生的那个恶念，然后呢，就进行一连串的诡计，要设计陷害乌利亚，然后又要不知不觉的。好，让人无法察觉他的阴谋诡计，用这样的方式，再加上他自己是君王，他拥有一个可以指挥落定君王的身份，
牧师这样讲，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回想到跟诗篇第一篇有一些连结？之前那时候我们在讲诗篇第一篇的时候，讲到诗篇第一篇、第二篇是整卷150篇诗篇的序言，很多诗篇里面的东西都可以跟诗篇第一篇或第二篇做连结。我们在诗篇第一篇读到，好，如果以大卫的这个例子，就是他顺从了他自己内心，他内心的恶人的计谋，然后他一路走出一条罪人的道路，再加上他拥有既有的权力地位，也就是他坐在谢曼人的位置上，他内心是谢曼的，所以他就是坐在那个谢曼人的座位，然后抱得美人归，表面上看起来真的还蛮不错的。大卫难道真的不清楚自己是在做什么吗？他为了抢夺乌利亚的妻子，就借刀杀人，把乌利亚给害死了。对于乌利亚的死，他难道没有一丁点的自责？其实在这个之前，大卫经历了无数的征战，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2、3句话就可以说完的。他们这么深厚的关系，我们要说他完全不明白上帝喜不喜悦他做这件事情，其实是说不通的。问题就在于，当时的大卫真的是被鬼迷了心窍，他并没有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因为只要他一思想上帝的律法，这一件罪恶，这一件过犯，就会像那个蟒蛇啊。我们看蟒蛇在缠绕猎物的时候，就是本来是一圈，然后就开始往内缩，一直缩紧，一直缩到一个地步，就是让猎物窒息。所以呢，这件事情就好像蟒蛇把它捆绑住，让它缩到几乎窒息。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当一个蟒蛇逮到它的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在那个过程当他在计谋策划那个过程当中，他下意识本能的要逃避现实，他假装自己做的，他觉得君王嘛，君王有什么不能做的？我有这个权利呀，而且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这是我可以享受到的权利。他可以用任何的理由来说服自己。他只想用自己的方式遮掩自己的罪行，就好像亚当夏娃，当他们偷摘禁果来吃的时候，明明不能吃的，他们摘来吃了。他们想的第一个就是他们就赶快躲起来，不让上帝看到。再来就是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织，好遮掩自己的那个丑陋。他们本来不觉得赤身露体本来都很 OK 的，可是当他们犯罪了以后，他们就自己觉得自己是非常羞耻的。于是大卫也差不多是这个心态，在那个过程当中，然后在过程之后，他心里想，反正时间久了嘛，神不知鬼不觉，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可能就这样给他过去了。问题是，大卫虽然表面上仍然是风风光光的一位君王，但是呢，实际上他算是个有福的人吗？在今天的第3节、第4节说，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呻吟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显然，在上帝的眼里，他已经不算是个有福的人了。他自己也知道，他已经不算是个有福的人了。即使在外人来看，他是个什么都不缺、福杯满溢的人，但他的过犯，就像刚才讲的，已经缠着他，他已经快要无法呼吸，他已经快要无法呼吸了，不断的勒住他。他表面上所享有的那些荣华富贵，一无所缺，那原本都是上帝要赏赐给他的、祝福他的，他果然也得到了这些祝福。但是呢，到了今天这一个地步，当他让罪恶、让那个蟒蛇，他容让那些那个罪恶不断的跟他离不开身的时候，他所拥有的这些福气都是虚假的。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个人表面很风光，但是实际上他内心是非常痛苦，
但是又要装得很风光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跟他的心是疏离的，是离得很远的。一个人要假装的时候是非常我们讲说非常耗心神的。为什么我们要戴个面具要假装呢？好，所以大卫虽然他越是风光的人，他就越需要用更多的力量来撑住他那个风光，但是这些福气都是假的，都是空虚的。只有大卫自己知道啊，只有大卫他自己知道，他再也无法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反倒像是经历了夏天的干旱，热风一吹就完全就枯干。这就好像我们夏天如果站在马路口那种开车的人可能不觉得，像骑车，博彦现在骑车上班嘛，好也是开车上班。好，以前牧师我就是骑车上下班，那个骑车像这种天气热得要命，一个电线那个红绿灯，不要说树哦，有的时候可能路口还蛮远的，但是这边要有一棵就是行道树，就先停在行道树下面的那个阴影处，然后呢绿灯快要绿灯了再继续往前开过马路。那有的时候没有树的时候怎么办？那个红绿灯的那个小小的阴影哦，就是骑车就是很定准，停在那边刚好头只要遮到。骑摩托车的应该知道的，就是那种任何有一个阴就想赶快躲起来，真的热到快真的是受不了。然后就是太阳也热，然后那旁边的那个引擎盖，汽车的引擎盖发出来散出来那种热气也是，整个人跟烤箱一样。在那边好最长的台北市最长的红绿灯大概90秒，我遇到过90秒算是很长的。90秒钟我们都快要受不了了。如果在那边站1个小时，真的会枯干哎哈，就像夏天的干旱。刚开始站的时候可能还可以忍，那就像罪一直缠绕在自己身上。可是一直在那个环境当中一直继续待下去呢，如果我们不脱离那个环境，我们不摆脱那个困境，我们就真的会像那个被压死的马路上压死的老鼠，本来还有血肉，到时候就有那种干掉的。有看过那种马路上干掉的老鼠吗？好，就干在那边哦，非常的可怕。好，所以大卫他才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就代表这个罪还是一直在这个我还是在这个罪恶的环境里，我会终日呻吟而骨头枯干啊。黑夜白日，你的手压在我身上沉重，上帝的手你压在我身上沉重，你审判的手，你责备的手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所以嘛，大卫其实知道啊，他其实知道上帝不喜悦这件事情，但是他就是想逃避。有一次，牧师在给青少期上基要真理课的时候，有谈到原罪。我们的原罪是从亚当夏娃他们这样子来的。那原罪呢，简单来讲啊，就是我们滥用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意志。上帝有给我们自由意志去做选择，选择哪一条路，选择做什么，选择怎么做这样子。可是当我们滥用自由意志的时候，身为人的我们，有的时候就明明知道不能做，但是又会想偏要去做，像亚当夏娃这样。然后那一天，牧师就记得有举一个例子，就是让他们青少期这个年纪比较能了解的。我就举例说，因为现在都有手机呀，手机、平板、电脑什么的，这是现在的教育非常需要的工具。以前我们都是查字典，对不对？很多文心当代字典啊，文心当代字典的那个时代的请举手。你有翻过文心当代英文词典的？都没有啊！你们都这么年轻，哎呀，我已经显老。好，就是牧师那个时候还要翻那个文心当代字典，可是到他们这个时代呢，不用翻字典，没有什么词典了，没有国语字典啊，英文词就是直接 Google 都有翻译，这样就很 OK 了哈。他们现在有些作业都是线上作业，特别是自从 COVID-19 那2-3年的疫情之后，他们很多作业都要下载上传，所以呢完全没有办法禁止他们这些电子用品。问题就来了，放学回来很累嘛，都要看手机嘛。好，我就说像你们都会看手机啊，放松一下。我说
如果假设你们已经设定好说好，我7点我就是玩到7点，我打游戏也好啊，干嘛的，打到7点，好我就认份了，我就去房间好好的读书。可是就在6点59分的时候，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说，好了，不要再玩了啦，赶快进去读书。虽然爸爸妈妈讲的话，跟你心里想的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时间就快到了，你也快进去读书了，你也打算要进去读书了。可是就因为父母的一句话，可能会有什么反应？他们会怎么讲？你们猜一下，你们也才年轻过没多久嘛。好，1分钟，这个雨香还算乖，还算乖。他们说，越是这样讲，我越是不要，整个火都来了。然后他们就说，大家都异口同声，他说，进去就进去啊，然后进去里面门关起来，我继续玩我的手机，继续看我的电脑，我才不看书嘞，就是那种硬是要故意要反抗的那种心理，硬是要唱反调，好。即便爸妈讲的跟我心里想的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呢，被这样一讲我就不爽，就想唱反调。好，所以呢，原罪我就在用这样的例子跟他们分享说，原罪啊，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力其实还蛮大的。有的时候，你越这样说，我就越不想这样做；越是被禁止的事，就越想去尝试；越是受到限制、束缚的事情，就越是想挑战那个底线。好，越想挑战的，可晴快2岁了嘛？1岁半还没有，等到可晴快2岁的时候，这种挑战底线的能力就会出来了，这样子。好，然后第5节，今天的经文第5节，我们翻到下一页 ，PPT 好，第5节这里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这是大卫对上帝的认识啊，也是他确实知道的，就是他说：“当我向主啊，我向你陈明我的罪的时候，你就一定会赦免我，你就一定会赦免我。”即使像大卫他这么确实知道上帝必定会如此赦免他的这个过程，他还是跨不出去。他那一句话，他那一句对不起、抱歉、不好意思，我做错了，他还是说不出口。明知错了还硬着头皮，他不肯承认。可能是他的面子问题，可能是他各种任何的问题。我想有的时候，就好像牧师在一开始有说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打肿脸充胖子。打肿脸充胖子也是一种罪，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它也是一种罪。因为其实你就是否定自己，你否定自己的这个人，我们这个人的价值，你才会打肿脸充胖子嘛。你如果是认同自己的、肯定自己的，那何必要打肿脸充胖子呢？我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何必要花费那个心力去做这些多余的事情？好，所以神爱世人，上帝始终都为大卫保留了一个认罪悔改的机会，这个是大卫他深知道的。大卫深知道，上帝始终给他机会，让他可以摆脱夏天热风的干旱。上帝始终有一个阴凉处，或是一个好的停车场放在那边等他去停，但是他就是不去停，或者不躲在那个地方之类的哈。明明知道，但是呢，他就是做不到。上帝有他的预备了他的怜悯、慈爱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摆脱夏天热风跟干旱，也让我们可以不用等到审判的时候才悔不当初。或许有人会问，那刚才我们的诗歌也有讲到嘛，在唱诗歌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什么说什么，其实上帝都知道啊。那或许有人会说，那既然上帝都知道，为什么还要我们认错呢？啊，我就心里知道自己错了就好啦。为什么一定要我承认呢？我不晓得大家，特别是夫妻吵架的时候，还是我们跟爸爸妈妈闹意见不愉快的时候，那对不起3个字其实还蛮难出口的。
牧师我自己承认啦，以前我在跟一些牧师吵架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你要先放软，就脾气就很硬啊，脾气就很硬，就是不想放软啊。其实已经知道自己错了，但就是你放软，我就有个台阶可以下嘛，就有点这种感觉嘛，然后呢，以亲子来讲，跟慈爱啊，慈爱在笑，就讲慈爱的例子。有的时候慈爱，他可能生气，进房间里面出来，他可以马上就妈妈，就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就继续的讲。这个对不起这个字真的很难呢，不管是谁对谁错，但是有时候这个对不起真的还蛮难出口的，就觉得说啊，知道就好，知道就好。对啊，那就知道就好了。上帝这么爱计较干嘛？我们干嘛一定要向上帝承认我们的过犯？为什么？上帝这么爱计较？上帝这么爱计较吗？像刚才牧师讲的那个家人之间的互动啊，就是有时候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啊。那特别是对于权威式的家庭。对于权威式的家庭，他本来在亲子的互动上可能就是比较单向一点，特别是属于权威式的家庭，他们对处理家人之间的意见纠纷，其实就是直接讲结论，他觉得不需要沟通，可能爸妈觉得小孩子不需要沟通了，小孩子听话就对了啦，我讲什么你就是照做就对了。但问题是。人跟人之间真的不需要沟通，就会自然而然的彼此理解，然后呢，距离会慢慢的靠近吗？会吗？可能有啦，但是我想这应该是少数，大部分的例子都是久而久之，我只能说，好吧，你都这样讲了，你都是这样的，那我有什么办法？那就是变得有点认了。那距离会越来越近吗？不会啊，我认了，反正你就是这样子嘛。我跟你的距离大概就是保持安全距离，保持距离以策安全，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跟上帝一个沟通，一个善意的沟通，正向的沟通，久而久之，彼此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人跟人是如此，我们跟上帝更是如此。所以，当我们要跟上帝认错，跟上帝有许许多多的交流的过程，其实是为了要我们跟上帝越来越靠近。上帝本来就在我们里面了，可是当我们把这个心的距离一旦拉开的时候，是我们把这个距离拉开，不是上帝。当我们跟上帝之间有这个罪，有这个混沌不明确、不明朗的这些东西卡在我们跟上帝中间的时候，是我们脱离了上帝。如果说要讲最有资格讲权威式教育的，应该就是上帝。上帝真的是有句话说什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其实我自己在当父母的时候，我也觉得这句话是错的。可是我在小的时候常常就听到这句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母说的都是对。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只有上帝他有资格讲，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是要讲权威式教育，最有资格的就是上帝。但是上帝却从来没有用这样子的方式对待我们，因为上帝透过圣经，我们手上的圣经，透过圣子耶稣基督，透过圣灵，透过各样的方式，不断的在对我们说话。他不断的要对我们说话，他容许我们犯错，给我们空间、时间去做尝试，因为他知道我们不过是个人而已，他知道我们不过是人。所以怜悯慈爱的上帝并不会，他也不想就这样子跟大卫渐行渐远。就在大卫他终日呻吟不肯认错的时候，上帝就差派了他忠心的仆人拿单，去指证出大卫的罪过。连上帝都知道需要沟通，更何况是我们人呢？连上帝都知道要沟通，更何况是我们人。当先知拿单当面指出大卫那不堪入耳的罪过，犯奸淫真的是蛮丢脸的一件事，而且他还是君王大卫没有因此感到愤怒。在一开始有提到，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
他果然也不想跟上帝渐行渐远，他会终日呻吟，也是因为他在乎他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大卫相当清楚，他所拥有表面上的这一切荣华富贵，这一切的美好，都没有办法取代他内心失落上帝同在的那份空虚。我拥有再多金山银矿，但是我如果心里没有上帝，那都是空的，那都是空的。他知道这是上帝给他回头的机会。当先知拿单来面对面跟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上帝要给他台阶下的机会，下台阶的机会，并让他重新可以回到上帝的怀抱。只要他愿意开口承认自己的罪，上帝就必赦免他，并且会一如往常这样子爱他。只要他愿意开口承认自己的罪，那缠在他身上几乎要把他让他窒息而死的那个蟒蛇，也马上就会被斩断。第6节、第7节这里说：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向你祷告。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临到他。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欢呼四面环绕我。趁可寻找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是我们的机会，我们要把握机会。先知拿单指出大卫的罪行，大卫没有说一大堆的理由，他也没有试图用任何的方法想要减轻、抵消他的罪过。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是错了。大卫把握了这个机会，他放下他一国之君这个这么荣耀光彩的这个身份，他谦卑的在上帝跟先知拿单的面前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每当圣灵借着我们在敬拜、聚会、灵修祷告，或是透过各样的环境在提醒我们的时候，提醒我们不要再继续如此下去。做什么呢？不要再欺骗自己。如果当我们为了某个人或为了某件事，我们跟上帝之间产生了距离感，我们千万不要视而不见。当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在膨胀自己，在打肿脸充胖子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在戴着面具要刻意的展现一些什么给人看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跟上帝已经有距离了。因为我们不但自我否定，我们也否定了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他的作为。今天牧师站在这里，我这个年纪站在这里，在过去以往是上帝多多少少的调整我、雕塑我、修剪我、祝福我，我才能到现在今天这样子的展现。但如果我今天我虚情假意，好，表面一套，私底下又是一套，讲的跟心里想的有很大的距离，那就是我否定了过去上帝对我的栽培，然后我也否定我现在的自己，所以呢，我必须要假装，其实假装也好，自我否定也好，这样的折磨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苦难啊。很多时候，假装、自我否定，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苦难，因为只要我们有一天无法承认我们在假装，我们就一天没有办法来摆脱这个苦难，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向上帝坦白，我们就会一直被这个假装蒙蔽下去。如果我们忽略了圣灵的提醒，然后任由这个假装越来越大，大到一个程度，变成已经觉得理所当然了。我就是理所当然假装啊，我完全不觉得这个是罪的时候，我完全不觉得这个东西会让我跟上帝的距离产生距离，而且那个距离已经搞不好已经是一个鸿沟的时候，那是非常凄惨的。那是非常一个凄惨，就是我们完全没有病识感。没有病识感的人，其实是
很危险的。今天透过大卫的这个例子，我们有个极大的盼望，就是我们要立即的，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立即，不拖延，也不要再替自己找借口。我们要承认，承认什么呢？承认上帝才是我们的藏身之处。我们会假装这些我们害怕、我们担心，我们会有一些担心、胆怯的东西。但是上帝是我们的藏身之处，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把隔在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那一个人事物，牧师不确定你们的心中有什么东西是把你们跟上帝之间阻隔的。要在上帝里面承认，承认求主帮助你，帮助你把那个阻隔物，把那个堵塞的东西，血管堵塞很危险吧，对不对？要疏通嘛，要给它拿掉嘛，甚至给它拿掉嘛。只要我们愿意在耶稣基督里承认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你，因为我们现在落在这样的光景里，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怜悯。那么第一节，回到第一节，我们的过犯，我们累积为什么会有这个堵塞物呢？一定是我们做了什么，想了什么。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就确实会得到赦免，而我们的罪恶也确实会被遮盖。在基督里，我们就都成为有福的人，也都是蒙恩的人。第二节说，耶和华不算为有罪，内心没有诡诈的人有福了。内心没有诡诈，没有诡诈的人。大卫一个紧紧跟随上帝的人，在犯下了这么严重的罪，这么严重的奸淫罪，不但违反了君臣之间的伦理，也违反了世间人的善良风俗。大卫他在台面下做的事，他以为没有人知道，但是呢，就这样子被上帝摊在阳光下来检视。即使是如此，即使是如此哦，就在大卫他承认他的过犯，内心没有任何诡诈的时候，我们怎么称他？我们始终称大卫为合神心意的人。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可以如此，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更会如此，也更应该是如此。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像大卫一样，在慈爱上帝的怜悯当中，从自己陷落在的那个泥沼里面可以走出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常常会听上帝感觉跟我离得很遥远，就像约伯的这个祷告，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知道上帝，我知道你。但是当我们放下自己的那个坚持，当我们放下自己的假装，当我们向上帝呼求，主啊，我们真是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救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上帝。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会亲眼看见你。弟兄姐妹，跟上帝认错悔改绝对不是羞耻的事，反而是我们能够得到释放，得到安慰，并且可以不断经历神恩典的一件事。上帝始终在等着我们，这样子的恩典始终为我们存留，这样子的恩典始终是为你、为尔、为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能跟上帝越来越靠近，盼望我们能够在上帝的恩典里面都能够亲眼见到他。我们一起来站立唱这首诗歌，愿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不再一样，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再一次的为耶稣基督来发光。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才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饱足的心。
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弟兄姐妹，我们要在我们的深处来求告我们的主。当我们陷落在一个不确定、不安全、彷徨、不知道方向该往哪里的这个情况当中，我们要向主来呼求，说：主啊，主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过去总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怜悯我过去总是靠着自己来膨胀自己。主啊，主啊，我要在你里面承认，我要在你里面重新认识我是个有价值的人。在你的眼里，我必定会活出属于我的价值，那是主你所赏赐给我们的。但是在过去，因着我们的自由意志，因着我们滥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远离了你。求主怜悯我们，保守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这样子来向主呼求，我们要每日每夜的在主里面为着自己来祷告，那么我们就会是个有福的人。因为我们会说，从前主啊，我风闻有你，如今我要每一天每一天的经历你，有你，我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太阳还存，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我从前风闻有你，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那更久不变的怜悯与慈爱，圣灵的扶持与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愿你们世世代代一生一世都在上帝的怜悯当中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怜悯，经历他的爱，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会后诗。一起来唱啊！
求你使用我，哦，主裁剪我，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我大声说，大不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别怕，总会怕，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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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你们。嘿，来喽，准备好没？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别怕，总会怕，嘿，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我们每天都能够带着主所赐的我们的力量，勇敢向前行。哈利路亚！感谢主，请坐。